110年全国语文竞赛客家语朗读文章，高中学生组先强编号5号7分16音，扮演前也爱心7分期研作。人生总会有一种迷思，点点的看到心肝火皮灯过日来。从小我就喺度拍摄下嘅3件杯，毛木内边本不卡人查封第一高成法，富强篱笆装得爱无受无力嘅童年，一种家境係我記憶中最強嘅一扇景色。這係民國50-60年台灣民生經濟正起步嘅年代，也愛連連沙沙將7-8個生人嚟，啲按艱辛嘅環境，愛同自然天生多態，色彩無按改，還記得見擺食飯阿妹就會講。生人呢，有乜嘅生乜嘅，番薯簽準飯拍，天生天養乖乖態。又講半山爬槍莫打爽，錯處莫錯爽。一條話從細談到大，我唔單止談入耳，還談入心，一路以來養成。通常生活嘅好習慣，家境貧困嘅日嚟，閒時閒節，生日咧乃有人生錢買人搭來食，問起來，我期望秋望過年過節打半年嘅時節，目標嘅話望等阿妹去米店燙米糯米轉來，目金金嘅看等阿妹煎米。眼睜睜地看到一圈又一圈拍鮮鮮的米漿，對冇色水流入飯台肚，我看到該躍躍的，後來水緊吞，就緊問阿妹，還愛結構將做得7-8年下，佢仲係小小的恩，我嘛，生日的有意無在。點點看，我嘅眼就點點看阿妹拿紅色嘅，留裝好米漿嘅飯台，用到床墊板塌陷，側邊走。等過班主邊呢，阿爸就會同生人呢，嫌減來天數7-8年，佢一數，我一數，唔是結構，班呢就7好嘅。再一粒，挨一粒，一下講，一冇人就撞能睇粒4粒嘅扮演，還記得特擺攞扮演，阿妹就會講，學術唔當量，這樣事唔啲條件嘅愛，總係會停在面念，三唔啲廿幾花蘊含乜嘅人生嘅道理。等到自家身家領入後，將啲嘅廿幾花年來抗定一種迷思，一種迷思有也愛搞愛，攞扮演嘅人生味。我認為扮演愛好食，唔單止愛真材實料，含淡愛拄好，先要緊嘅係強心嘅溫情。用手工攞出來嘅扮演，特別有意思，特別上顏色。上來，人生就像扮演同樣，愛摸、愛摘、愛切、愛攞、愛要鹹淡，真要意思。當你扮演地度，就會看到每個人其最寶貴。最值得珍藏嘅溫情，很摸很濃，三芒大兵
仲會換來自家親好嘅人生。不管係鹹還係淡，猜猜就係鹽蠻。